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4，咱要读的进度伫利未记第26章、27章，以及民数记第1章、第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利未记第26章、第27章、第26章。毋通为家己做任何神像，毋通采雕刻的偶像，也是雕像，嘛毋通伫恁的境内安石像跪拜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敬重我的圣所。我是上主。恁若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诫命，我会照时甲恁落雨，互土地生产。互产业的树木结果子，恁修成5国要收到万葡萄的时，万葡萄要万到野种的时，搁恁会有美牛食到饱，伫恁的土地安居乐业。我要互恁四境平安，恁倒地困，无人甲恁吓惊。我要将凶恶的野兽对恁的地赶走，可互恁袂拄着战乱。恁要甲对敌赶走，因要死伫恁的刀下。恁5个人要赶走100个，100个人要赶走10000个。对敌要死伫恁的刀下。我要看顾恁，互恁生炭真多，嘛要建立甲恁立的约。恁旧的美牛食也袂了，就着甲伊刷走来收藏新的牛室。我要伫恁中间建立我的会幕，我袂厌恶恁。我要不时甲恁同在，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要做我的子民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有带恁出埃及地，互恁无搁做埃及人的奴隶。我捌讲断恁的胆，互恁额头挺身向前行。恁若毋听探我的话，无遵守我的诫命，弃杀我的规例，厌恶我的命令，无要实行我隆重的诫命，违背我的约，我就要安尼对待恁。我一定要互恁行兄，得到喜乐、月病，直到失明。人虽然恁野种无采工，对敌会甲恁的收成食了了。我要对恁变面，互对敌甲恁拍败，互怨恨恁的甲恁关卡，无人甲恁入，恁嘛要逃走。恁拄着这个代志，若要久毋听探我的话，我就要照恁的罪7倍责罚恁。我要将恁夸口的势力拍碎，搁要互恁的天亲像铁，袂落雨；地亲像铜，袂当种植。恁的劳苦着磨，拢袂落空，因为恁的土地袂生产，树木袂结果子。恁惊胆若甲我作对，毋听探我就要照恁的罪降7倍灾祸互恁。我要放野兽去恁遐，咬死恁的囝儿，吞食恁的精生，互恁的人口减少，路荒废。安尼，恁若要毋受教来跟我，惊胆甲我作对，我嘛要甲恁作对，要照恁的罪7倍打击恁。我要互恁拄着战乱，报应恁背约的罪。恁若秘伫城内，我要降瘟疫互恁，搁将恁交互对敌。我无要搁供应美牛互恁。迄时10个附近人要公家用一个烘炉烘饼，照配给分互恁，恁食无久食袂饱。经过这个代志，恁若要毋听探我，惊胆要久甲我作对，我就要发大生气，甲恁作对。
要搁照恁的罪加7倍打击恁。恁会枵甲食恁的囝查某囝的肉。我要毁坏恁的山头坛，破坏恁的香坛，将恁的身尸迄伫受毁坏的偶像顶面。我嘛要掩护恁，我要互恁的城趴远，互恁的圣所荒废。我无要骗恁的祭物的香味，我要互恁的地荒废，甲恁占领的对敌要因为安尼着惊。我要将恁赶散去列国，嘛要飞刀对赶恁，互恁的地荒废，互恁的城趴远。恁流亡去列国的时，恁的土地要因为趴远得到安息，安尼土地就完全休困，享受恁住伫遐的时无互伊的安息。恁中间所剩的人，我要互因伫对敌的土地心内惊吓，连树叶互风吹震动的声，嘛会互因惊甲逃走，无人甲因入，因嘛会亲像在刀闪刀剑，走甲跋倒，无人甲因追赶，因嘛会相克跋倒，亲像人要甲因抬，因会互对敌完全拍败。恁会对列国的中间消失，互对敌的地吞灭。恁住伫对敌的地剩落来的人，会因为家己甲祖先的罪衰微。毋过，因若认家己甲祖先的罪，就是承认因有背叛我，甲我作对，直到我甲因作对，互因受掠去对敌的地。迄时因骄傲固执的心，若谦卑落来，甘愿受刑罚，我就会想到我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嘛会不时想到迄块土地，因放屎迄块土地，迄块地颠倒伫趴远的中间享受安息，因甘愿为着家己的罪受刑罚，因为因弃杀我的命令，厌恶我的规例。毋过，因互对敌掠去的时，我犹久无放杀因，厌恶因，因为因完全消灭，直到违背我家己甲因立的约。因为我是上主，因的上帝，我要永远会记得我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。为着要做因的上帝，我互外族人亲目看到，我将因对埃及地带出来。我是上主。以上这个是上主伫西奈山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规例、命令甲教示。第27章，上主命令摩西，就对以色列人宣布，老人系特别的愿，要献身予上主，伊就照你所估计迄个人的价钱奉献。照圣所的规定，20岁到60岁查某人550公克的银，查某人342公克的银；5岁到20岁查甫囡仔228公克的银，查某囡仔114公克的银；满月到5岁查甫囡仔57公克的银，查某囡仔37公克的银。60岁以上查甫人171公克的银，查某人114公克的银。下悬的人若善者袂当照规定的价钱奉献，就着去祭司遐，互祭司照迄个人的财力甲伊估计。老人献精生做礼物互上主，着甲迄只精生分别做成，毋通用白只替换，无论是用好的换歹的。也是用歹的换好的，来用精生替换精生，两者拢得分别做成。人献予上主做礼物的精生，若无清气，就得带迄只精生去祭司遐，祭司得照精生的好歹估计，祭司估计偌济就是偌济。迄个人若一定要赎回，
就着伫估价的价钱以外加添1/5。老人甲厝奉献予上主，这时着照厝的好歹估价，这时估价偌济就是偌济。甲迄间厝奉献予上主的人，若要赎回，就着伫估价的价钱以外加添1/5，厝才通还伊。老人将继承的土地的一部分奉献予上主，就照迄块地会当也偌济种子来估价。若会当也大麦20公斤，价钱就是570公克的银。伊若伫运费的年将地奉献予上主，迄块地的价值就是照你估价的价钱。伊若伫运费的年以后奉献，这时就照迄年到后本运费的年所剩的年数，对原来所估价的扣起来。奉献的人若一定要赎回，就得伫估价的价钱以外加添1/5，地才通行义。伊若无要赎回迄块地，也是卖互别人，就袂当去赎回。到运费的年，迄块地就永远归上主，做祭司的产业。若是伊奉献予上主的地是买来的，毋是继承的，这时就照迄年到运费的年的年数，估价迄块地的价钱，迄日伊就照估价的价钱献予上主。到运费的年，迄块地就归互原主，就是继承迄块地的人。这时就照圣所的工程估价。头一体的精生，无论是牛还是羊，已经归互上主，袂用得搁献予上主。若是头一体的精生无清气，就着照估价的价钱加1/5赎回。若无要赎回，就着照估价的价钱甲卖掉。老人将伊所有的永远献予上主，无论是人是精生，也是继承的土地，拢袂用得卖，嘛袂用得赎回。以现的是至圣，永远归上主，献予上主着完全毁灭的人，袂用得赎回，伊一定着受处死。土地出产的米，无论是五穀，也是树顶的果子，1/10拢是上主的，是圣的。老人要赎回这1/10的米，就加5/10。牛群甲羊群经过牧者管仔下，逐摆算到第10只，迄只就奉献予上主，无论好歹，拢毋通替换。若替换，两只拢着分别做圣，袂用得赎回。以上这个是上主伫西奈山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命令。民数记第1章第2章。第1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，第2年2月初1，上主伫西奈的旷野，伫会幕吩咐摩西讲：你甲阿伦着照宗族、家族点算以色列全会众的人数，登录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查甫丁的名，甲因分队统计人数。逐个支族着有一个人，就是因的族长协助恁。下面是协助恁的人的名单。鲁便支族是丢尼的囝以利属，西缅支族苏利沙代的囝是罗密，犹大支族阿米拿达的囝拿顺，以萨迦支族苏押的囝拿坦业，西布伦支族希伦的囝以利押，约瑟的后代两个支族
以法莲之族阿米福的囝以利沙玛，马拉西之族比大叔的囝加玛列，便雅悯之族基多尼的囝阿比达，但之族阿比沙代的囝阿希伊谢，亚瑟之族俄兰的囝吉帕吉，加德之族丢尼的囝伊尼亚撒，拿弗他利之族以南的囝阿希拉。这个是对会众选出逐个支族的族长，拢做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。摩西甲阿伦就带遐个有伫名单的人，伫2月7日召集全体会众，照宗族、家族登录20岁以上的查某丁的名。摩西照上帝的命令，伫西奈的旷野甲因点算，下面是哪国的后代，照因的宗族、家族甲人名的数目，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查甫丁的人数。鲁便之族46500名，西缅之族59300名，加德之族45650名，犹大之族74600名，以撒迦之族54400名，西布伦之族57400名，约瑟的后代2个支族，以法莲之族40500名，马拉西之族32200名，便雅悯之族35400名，但之族62700名，阿瑟之族41500名，拿弗他利之族53400名。以上这个是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12个首领点算的人数。这个首领逐个代表因的支族。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，对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人登录的人数总共603550名。毋过，利未人无照因祖先的宗族登录在内。因为上帝捌吩咐说摩西讲，利未之族你毋通点算，毋通伫以色列中算因的人口，你着派利未人管理会幕甲内面的器具，包括跟会幕甲内面所有的器具，整理会幕伫会幕的周围10营。会幕要出发的时，利未人负责拆会幕；要安置会幕的时，利未人负责打。若有其他的人挖进会幕，一定得予伊死。以色列人逐个着伫因所属支族的大旗下面，照因的部队10营。毋过，利未人着伫会幕的周围10营，负责固守会幕，才免我对以色列会众发大生气。上主安怎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第2章，上主佮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，以色列人拢着照家己支族的大旗、甲宗族的记号，伫会幕的周围会幕10营。东边日出的方向，采犹大支族的大旗，犹大的军队伫遐10营。阿米拉达的囝拿顺做首领。人数74600名，伫因边仔10营的是以撒迦支族所押的囝拿塔亚做首领，人数54400名。过来是西布伦支族希伦的囝以利亚做首领，人数57400名。上犹大区的人数总共186,400名。
因做头出发。南边采鲁本之族的大旗，鲁本的军队伫遐集营，是丢尼的囝伊利属做首领，人数共46500名。伫因边仔集营的是西面之族所利沙代的囝示罗米做首领，人数共59300名。过来是迦得之族，丢尼的囝伊利亚撒做首领，人数共45650名。属鲁本区的人数总共151450名。因做第二大队出发，会幕甲利未人就伫前两大队甲后两大队的中间。因安怎集营，就照迄个次序起身，逐支族就缀因家己支族的大旗前进。西边采以法莲之族的大旗，以法莲的军队伫遐集营。阿米户的囝伊利沙玛做首领，人数共40500名。伫因边仔的是马来西之族比大叔的囝加马勒做首领，人数共32200名。过来是便雅悯之族伊多尼的囝阿比丹做首领，人数共35400名。属以法莲区，人数总共108100名。因做第三大队出发，北边采但之族的大旗，但的军队伫遐集营。阿米沙代的囝阿希以夏做首领，人数共62700名。伫因边仔的是阿色之族俄兰的囝帕吉做首领，人数共41500名。过来是拿弗他利之族以南的囝阿希拉做首领，人数共53400名。属但迄区，人数总共157,600名。这大队就缀因的大旗最后出发。以上是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伫营内照因的部队统计的人数，总共603550名。毋过利未人无算在内，是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家族缀因逐支族的大旗集营出发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咱今日睇圣经在第利未记第26、第27章，甲民数记第1章、第2章。